欢迎收听阿德来开讲的单元台语话故事。台语话故事是以全台语开讲的方式，向大家介绍台湾的民间传说或者是在地历史、风俗民情。希望互对台语以及台湾文化有兴趣的朋友，会当用声音重新熟悉台湾。大家好，我又回来啊！我是阿德。Hello， 大家好，我应该讲台语。拢会使，不要紧。我是盛虹。盛虹姐甲阿德啊，伊个回来继续讲故事啊，对无？又来了。顶一遍都有讲到即个拿刀子的代志，对无？但是拿刀子的故事因为较伤长一丝啊，所以咱有小可甲修正一下，变成顶一集甲这一集总共2集的长度。顶一集咱已经一礼拜前的代志啊，对无？至少一礼拜前的代志，所以咱讲话若要讲透起目屎就飞袂离。头前我若无提起，你可能就放袂记。所以咱在即个真正提要一下，真正提要一下，甲大家讲，即个头前发生什么代志？你会记得咱顶个讲到什么无？讲到拿刀子去想袂开。伊原本叫做什么名？李娇娘。我毋对，原本拿刀子姓李，毋是姓拿，嘛无姓拿刀，嘛无姓林，姓拿刀，毋是姓拿刀。毋是拿刀，伊叫做李娇娘。嘿，无毋对，李娇娘真好听的名，其实名真水啦。但是你李娇娘，你顶个有讲伊就是即个，因为毋管什么原因，反正生活过了袂歹，到尾去拄着即个做周阿叔或者是周阿四即个查甫人，因为是为即个这故事内底是为汕头来的啦，毋管是泉州、广州还是汕头，反正就是伊来甲台湾府城即个所在熟悉了即个李娇娘，就欺骗伊的感情，甲伊结婚生囝了后，钱乖乖就走去外地做生意，一去不回头，骗色啦，嘿，无毋对骗钱骗色了后就不回头啊，所以即个李娇娘规工伫望翁回头，望到尾仔实在是最后连囡仔嘛已经来夭死啊，所以就毋知要怎创，最后就规身躯穿甲红记记来去海边啊，一个拿刀枪拿内底吊刀自杀，对无？咱就顶解李娇娘拿刀子的故事，敢若讲甲伊自杀进前，也无讲过伊自杀了后发生什么代志。对吧？另外，咱个想会起来无？对，咱希望咱听众有大概回想起来，讲咱大概讲到什么部分啊？包括一寡台语一寡小知识啊，包括咱就讲到吊刀，讲到宜兰腔真特别的这个婚书是什么意思？婚书是安怎来？婚书就是身躯用，过来个写诗，对我来讲，顶一集上重要就是这个写诗这个词，因为这个词其实真少用，至少伫少年人内底。少年人讲会晓讲台语真好啊，所以袂去要求遐严格。只是讲因为细汉我都捌听过，即个词对我来讲真特别，所以有专工去了解一下，去想讲到底要安怎甲大家解释，什么都无写诗，无写无事。当然，你若法度讲即个话，你若甲较有会的人当然你看场合啦，袂使凊彩讲人无写诗这无礼貌但是若是场合适合的时阵你有法度用到即个词，我想这较有会的人，这时代会感觉足亲切的，而且嘛会足配合那遮熬。原来你会晓即款的词，安尼较早阮伫讲的话，这是真趣味。其实即个词伊的一寡来源其实拢真深真有一寡含义一寡。会使讲真文啦，真文雅，这个词其实非常之文雅。还有有一句我讲，咱定拢讲真趣味，嘛讲真心色。心色，这个可能人就听无咯。心色会听无吗？会哦。我毋知咧，因心色我嘛定伫用。因为你较有伫谈嘛。心色，这个心是合口音，是心色哦，是心色。心。
嘿，心色吼，你头一个字爱，这喙最后爱合起来吼，就是等于趣味啦。心色就是新奇有趣吼，就是趣味的意思。对，哦，心色，无对吼。像我进前伫剧团，我之前嘛讲过，我捌伫剧团食过头路吼。人伊内底就一出戏吼，就一个大家就会讲即个因去山顶的庙的吼去拜拜吼，去烧香拜拜，过来因囝吼甲新妇行伫头前，过来咧薄薄的，就是即个妈妈咧较慢吼，动作较慢，去到山顶了咧，即个囝就问讲安尼辛苦啊吼，即个爬这山路真辛苦，一路安尼行，过来即个薄薄的，就是妈妈啦，男主角的妈妈就讲。毋是辛苦，是辛苦，吼，这就是家字你有合口无合口意思，用字是无共款的哦。咱讲合口就变成心是心情的心，辛苦吼，这就是考试因囝讲敢若顾因某啦，吼，这是戏剧内底一款用法吼。但是一般咱讲辛苦的辛是无即个合口音，譬如讲闭口音，今年是牛年对无？牛年是今年的牛年是辛丑年，辛丑年或者辛丑年。辛苦的辛都无合口，但你今日要讲我心情是无好，辛苦，就变心。这拢甲唱歌有关系，所以一寡老师会晓台语歌有家字有特别调整过，你就听有啦。心一定要合闭口音，合口音。所以咱互大家先回想一下，咱顶一集咧讲即个拿豆子的故事，包括一寡台语的小知识。因为嘛讲转来，咱即个拿豆子真正变成拿豆子的重点吼。即咱依照咱的即个女贵养生法吼，咱就一定知第一一定要共款心有不甘，甘嘛是合口音呐，甘嘛是合口音，吼，心有不甘吼，就是真唔甘愿吼，这死了毋是讲介好吼，毋是介舒适，毋是自然来死吼。死后咧，定定伫咧即个拿豆树那底阴魂不散，三不五时啊，就兴迄落半暝啊吼，摕银纸去买肉粽。我是感觉讲，伊应该爱去买刮茶棒，因为伫台南较有名，台较有名是刮茶棒、棺材板、沙卡里板。根本有开无我毋知影咧，因为我是捌去过，足久以前捌去过，后要食过就是。迄是俗胖嘛，吐司对无？这是韩国啊，敢是韩国还是煎过啊？煎过的款。中有放物件安尼啦。欢迎台南人甲我介绍一个，搭个有啥物棺材帮的店是较好食、较有名，还是安尼在地人食倒一款的？台南人听讲上爱讲就是上好食是阮兜巷啊靠迄间，像是恁兜巷靠是倒一间。反正就即个讲法啦，我会记较早我要去食过沙卡里巴，我会记敢有做沙卡里巴吼，棺材帮。有可能迄个时阵，可能即个清朝尾期的时阵，中期以后吼，尾期中期以后，较无迄个时阵可能无棺材帮的店嘛，还是无开只碗，我毋知影吼。反正拄好伫咧咱即集伫放送的时阵，五日节伫放送时阵五日节已经过啊，但是我录音的当中哈，今日是五日节还未到，吼，我今日还未到五日节吼，所以即个讲到肉粽吼，我个人是较爱食北部粽。你嘛是食北部粽为主吗？还是南部粽你嘛食？都有，拢有啦。但是南部粽是伫水底撒起来，所以因是较烂。咱北部这边，尤其个咱宜兰是拢用糯米较 Q， 所以分别差不多。这个词嘛真特别吼，叫做沙。嘿沙，咱落去水底煮，明明就是已经是煮啊，但是这时阵就做沙。嘿嘿，落去沙，落去煮，咱这宜兰就拢讲沙。大概啊，要讲差别吼，你若讲以煮汤来讲，咱就绝对袂讲沙。当然咯，当然，我要来煮这么汤啊呢哈。点的水是你主要要爱的物件的时阵，可能就做煮。我伫药啦，我无去研究这，但是这个烧水只是为着要互你的物件变熟的时阵，这时阵就做沙。为咱沙鸡粽。嘿，鸡粽正宗，无鸡粽拢用米青米，然后再处理水。你是讲你煮的时阵，你做的时阵，无沙鸡粽用沙。你是先鸡粽这个米爱先包好，对，包好啊，拢会落安尼吼，袂使包满。你看以前老外落安尼，吼，它要有空间，有空间，啊了。
一竿拔好，这水有滚无滚我无啥印象袂记，因为我无咧做事，我捌看，就规个放咧这大鼎内底，放咧内底杀迄鸡肠杀少济点钟诶，3-4个小时。青米煮正饭，对，而且若个煮正饭煮到特别甲变麻糬啊，嘿，煮正饭。嘿，用糯米落去做鸡肠，国语叫做减重。对，有诶所在讲甜粽啦，但是一般咱家拢讲减重。嘿啦，毋是肉粽，肉粽有。南部可能就是有诶讲是，因就是用安尼煮诶，因来煮。青米用水来杀。咱这是讲啥，我毋知你用煮诶。但是因为咱北部其他县市，咱先莫讲，至少宜兰这边是先炒过。有诶炒过，有诶吹过，用电锅。反正你就是要先处理过了，再甲去做这个粽啦。一般做好了，就是这个。饭即个米其实已经有熟啊，对，而且已经做过一寡调味啊，本身味道有够啊，有够重啊，佮去掺一寡料做伙包。所以北部粽常常红讲叫做3D 立体油饭，对。但我个人讲迄个粽安尼才有味，其实甲油饭感觉佫无共款。你用粽油啊去包，其实粽油啊本身的芳气嘛，在即个米内底。用迄款的对啊，敢若梨啊迄种的油啊。我咱豆粒啦，嘿，无毋是正式青竹啊，迄个安那。你若鸡粽会用青竹啊啦，你若是用肉粽，就是用即个已经处理过大的无共款菇叶吼，即款的吼，就无对，这就是用无共款的叶啊。重点是因为这芳气嘛无共款，不一样，所以我定日讲咱有诶人讲南部粽甲是正港诶，讲北部粽这就是3D 油饭，我其实是完全无赞成，因为即个叶仔竹叶仔诶芳味入去甲即个肉粽内底吼，这是完全无共款。而且我免讲混酱，像南部粽常常爱混酱。他比如讲进前常常要甲五日节到一寡广告，什物甜辣酱哦。我伊个较早伊讲足奇怪，讲看即个广告想。食粽啥那个问这物件，粽本身味道已经有够，我啥那个问这应该讲，其实就是因为南部就是煮，嘿，就是米嘛，白米去落煮嘛，所以去落沙较咸。迄时咱无真了解，因为咱毋捌去参与啦，是知影讲因是用煮的就对了，咱这是所以你煮用好甲吹，即个粽。北部粽你会使看到一粒一粒的米，对，但是你若南部粽你就是看无啥出来，规个敢若有点像麻糬迄个感觉黏做伙啦，规个。对，咱讲规个啦。所以在我个人讲实在，我食无啥会关系。无习惯啦，因为你毋是住遐个人。这讲麻糬嘛是嘛毋是麻糬啊，麻糬我就去温土豆腐温汤食就好，佫袂使。有我知影有个人会温土豆腐啦，但是毋是温甜的伫食啦，因为内底嘛是有肉有啥，所以我个人是食了真袂惯势。啦，虽然兴趣就好啦。对，所以每一年吼，若到五日节进前，今年较无啦，因为今年都提倡讲咱无返乡嘛，无转厝诶，所以大家食着粽比例较少啊。就是即个伊较趣味诶所在，然后就是北部粽甲南部粽。但今年流行一款讲法，就是因为逐年到五日节进前拢会争，大家伫相争啦，讲即个。北部粽好食是南部粽好食，搭一款才有资格号做肉粽，你知影？所以今年的讲法就无共款，今年就讲不要去分北部种、南部种，北部种，南部也会种，所以讲大家卖刷叮当，家里卖掉刷来刷去，走来走去，要回乡拢唔通。这好笑哦。对，但是这因为咱播出的时阵已经过5日节啊，所以这嘛是已经之后的代志。咱讲倒来的这拿刀子咱肉粽代志讲好啊。咱讲拿刀子，逐工伊变成贵了的，咱就叫拿刀子逐工伫这个拿刀墙内底走来走去就除了3步5时半暝啊，摕银纸去买肉粽以外嘛，无创啥。一直到有一天，伊去拄着一个算命先的，这个算命先一看，知讲啊，这个冤情带盖重，冤情带真重，冤屈，嘿，真有冤屈所以这个拿刀子咧，伊就现身出来来甲这个算命先，嘿，叫投诉，叫诉苦啦，去讲出伊家己的苦楚。算命先一听就想讲啊，实在真可怜，就是讲无写无死，顶一集咱就讲着写死，什么意思？这时阵就使讲无写无死，恕人不写，所以这拿刀子一个毋是一个鬼，无法度渡海去找这个周阿叔报仇，对吧？因为伊过不了海，所以呢过这个黑水沟有困难，所以
即个算命先就拍开伊家己乌雨伞，或者一定用乌的吼，互即个拿刀子啊架身伫咧即个雨伞内底，佮坐船吼去到即个伞头即个所在，互即个拿刀子去找周阿师。所以你看咱若过去就有丧事的时阵，是毋是嘛会举一支乌雨伞？就敢若会带即个家己厝内过身的人共款，就因为讲即个乌雨伞会使暂时保护咱即个人的魂体，莫去互走去。若无小心拍到日头衫，你才有法度甲帮伊遮着。较无形去。有即个讲法啊，但是咱讲到遮，咱就会听得出来一件最重要代志，是安那我讲陈守娘是台湾上强的女鬼，毋是拿刀子啊，因为你看。陈守娘若甲拿刀子会囥做伙来比吼，拿刀子伊就爱佫架身伫雨伞内底照得过海，但是陈守娘这一无欢喜，若一个人看过就过，一个鬼看过就过，看转就转吼。太厉害了！台湾佫好倒来闹代志吼，够厉害的。去人抬了倒来继续来乱安尼吼，不到佫生命爱出面吼，所以这程度其实都有差。有啦，法律有差。所以我讲。陈守娘是台湾上强女鬼，拿刀子是台湾上红上强女鬼，无共款。而且佫穿甲红公公，我顶个讲红记记，即个讲红公公、红拍拍、红青青拢会使吼。伊吊头身就已经穿甲规身躯红啊，吼，伊佫本人是上红的吼，伫女鬼界内底佫上红的。吼，所以咱即个主题叫做台湾上红的女鬼，两种讲法啦，就是身躯嘛红，哦，穿了嘛真红，规身躯拢红的，佫伊的名声嘛上红的呢。伊伫遐即个找着周阿叔了后咧。毋是讲直接来找伊讨命甲台是遮简单吼，所以即个时阵怨气真重吼，所以虽然东懵东嘛，真知影讲要安怎来领地人吼，所以迄个时阵吼，咱讲周阿师伊转去甲线头了后咧，确实因为伊其实是有生理头脑的人，吼，就是嘛趁了袂少钱吼，伫咧即个线头另外佫娶某生囝，因为当初伊有钱啊，无对吼，伊当初伫台湾伫府城台南即个所在，其实嘛是为着是要骗财骗色吼嘛，毋是讲真正爱即个拿刀子，所以拿刀子吼一看着佫较生气，就决定讲要来甲凌迟致死，吼凌迟甲互伊死为止，所以三不五时啊，雄就会行出来走出来去甲吓惊，一直甲吓惊，甲伊精神错乱，来杀死家己的某。互伊家己亲手杀死家己的某，亲手杀死家己某了后咧，佫来杀死家己的囡仔。伊已经是结婚佫生囝吼，所以全部拢互伊家杀死，最后挡袂牢来家己钉死。但是这有小可有问题啦，因为人是无法度甲家己钉死，等甲你伫要戆神去的时阵，你手都无力啦。所以合理来讲，应该讲是即个。拿刀子啊，吼用李教娘拿刀子，用伊的即个能力吼，比如讲附身假体安尼来去甲电死家己。总共一句，伊即个周阿叔，包括伊到尾伫线头带的某囝，全部拢死了。等于规个嘛拢无去啊，这就是伊主要就是伊报仇的故事啦。其实即个故事嘛，真侪所在拢有差不多即款的故事，就找即款敢若陈世美的人共款来报仇。陈世美。我本来讲，但是应该大家拢知影啦。我就是负心汉哦，负心汉的故事啦。即个伊像咱即个戏剧内底吼，真侪传统戏剧，包括歌戏，包括北京戏，包括真侪啦吼，拢有一个故事叫做王魁富贵英。王魁富贵英嘛是一个负心汉的故事。即个王魁就是拄开始就拢接受即个桂英焦桂英的这个赞助吼，因为焦桂英是伫青楼，富贵英，王魁富贵英吼，这个焦桂英是拢伫青楼伫咧趁钱吼，但是卖价无卫生啊，介着这个善假书生王魁，搁要搁捐钱，搁互伊钱，互伊去要替家己赎身。桂英是替家己赎身，毋是靠王魁帮伊赎身的吼。替家己赎身了，嫁互即只善家的即个王魁吼，到尾搁照顾伊的妈妈，替伊照顾妈妈甲所有的趁的钱拢互即个翁去户口去考试，甲考调做官，对，做官了后咧，煞去娶别人的某吼，毋是娶别人的某啦，娶别人的某叫娶相爷的查某囝，是安尼就做驸马吼，驸马爷，所以较有地位。到尾即个查某囡仔，反正总共一句，迄个焦桂英就嘛是磕头死，伊是磕头死的。伫咧海神庙头前控诉，因之前伫海神庙遐有即个咒抓过，讲若真正有一天你来反背我吼，
就是互我女鬼画尺吼，画尺就是画掠啦，画我来掠是吼，你来掠我就对，你来掠我报仇，互女鬼来报仇安尼，所以嘛应验即个伊的即个咒诅吼，所以到尾招鬼婴来过身了嘛，真正变成鬼来找伊，用做画尺。伊就安尼讲，嘿啊，都做画尺吼，即个上重要，即个伫咧歌戏内底做斩头，斩头就是一出戏内底逐个上重要要看，一定要有即个物件。即出戏若无做即个物件，即出戏就免看。吼，即款的讲法就做斩头。啊，真侪像即款甲负心汉有关系的即款的故事内底，即女鬼掠即个负心汉的即个段吼，拢是上重要的。所以包括你若看一寡戏剧内底，若讲到拿刀子，重点嘛，一定是拢做伫遮，变成鬼了，要安那灵智，要安那来报仇，吼，这是上精彩的所在安尼。但事实上，咱当顶一礼拜嘛讲到讲，即个故事吼，其实已經有非常多版本啦，包括咱之前有講到，你看即個戲劇嘛，有看到叫做周亞斯的，周亞斯叫周亞斯的，李朝娘，你攏有。啊，李朝娘即個名是較無改啦，吼，大部分攏是叫李朝娘。啊，有一個版本是講，伊原本其實有一個翁叫做陳明通。對，我看就是即個，你看到應該是即個版本。啊，因為即個陳明通吼，即個因即個本來的翁。坐船去長山做生意的時陣，去做生意時陣過烏水溝，就是台灣海峽，啊去捌到這個。丙船煞來過身，吼，過身了，因為原本是做生意的，所以留有一寡未少的這個財產，吼，所以雖然是做寡婦酒寡，吼，咱伫咧單小娘迄集內底嘛，講到秀這個字的變化，酒寡，酒寡變成寡婦，佮帶三個囡仔，吼，但是因為翁婿有留這個未少的財產落來，生活佮會得過。啊，到尾也才會拄到即個周亞斯，迄就是周亞斯啦。所以講法甲故事的版本真濟，真濟攏有啦，攏有。嘿，啊，看你安那欣賞攏好啦，啊，就甲伊講心色啊，遮聽遐聽。嘿，啊，你遮拿到即個故事，尤其是死後的部分哦，一般攏是較離奇哦，所以非常有名啦。所以若是講台灣女鬼界內底吼，咱都要講反勢。單小娘上強，但是若要講上紅，就是即個拿刀子。伊就因為就穿甲紅氣。講伊外紅，比如講，敢若電影至少就翕3遍過。哦，比如講，有，即幾多遍哈？啊，另外就是即個鄭敬一一個吼，嘛有一條歌，但係佇網絡頂管已經找無迄條歌，敢若剩歌詞吼。啊，但是伊的即個名叫做拿刀子。哦，計先有哦。嘿，但是因為我本人是無聽過，你做功課就查到啦。計先有啦，我目前我當時找無即條歌，敢若剩歌詞。過來另外一個是閃靈樂團、閃靈樂團，伊的主唱的就是當立法委員 Freddie 林長佐吼，伊的第3張專輯。Freddie，嘿，有因的即個樂團吼，閃靈樂團佇咧第3張專輯叫做《永劫輪迴》，規張唱片《永劫輪迴》規張唱片每一條歌攏是以拿刀子的故事作為背景的。伊比較強烈的音樂。嘿，伊的故事，伊的音樂嘛較有特色吼。啊，另外還有即個，比如講有一本一套3本的冊，叫做《台灣妖怪研究室報告》。真歹念哦！台灣妖怪研究室報告吼，嘛有收錄即個拿刀子的故事，較普遍啦。嘿，所以當然包括電視頂啲半連續劇嘛，非常濟版本，你打啲 YouTube 頂觀其實嘛攏看會到。對。包括你最近嘛，啲電視頂有看到即個歌戲團的演出的版本，戲劇的舞台戲劇的版本，所以非常之濟。啊，我個人呢，啲感覺吼，即個我之前咧做功課時發現講。即個版本內底上趣味、上深色的是伫1979年時陣的版本吼，1979年離打已經42年啊。伊的一部電影名就叫做《拿刀子》，伊的男主角是柯俊雄。柯俊雄。柯俊雄即個柯吼，我講柯啲字語無介好念，念歌。柯即個字其實原本佇咧華語內底，伊就是有手機的意思，叉的感覺。所以歌氣啊。所以有當時咱若佇講一寡物件，連打吼，嘛講歌氣啊，歌嘛會。普通人來講想老。但是我感覺既然敢若攏佫加帶一撮鼻音，我定定講歌，除了歌以外，因為我當掛這喙啊，有當時可能音較無遐清楚。咱像迄個菜啦。拄出來有些中好食的時，你毋掛起來，就等甲較大陣的時吼，咱就講
哦，你菜头甲节瓜是变食吼，这就是这个意思。其实迄个字就是柯，嘿，你若要用汉字写的做柯哈，嘿，男主角是这个柯俊雄、瓜俊雄。所以咱嘛拢讲瓜俊雄，同款即字音。当然有当咱习惯，咱会后壁会调一调较悬，就变瓜俊雄哈。有当时会安尼叫人的时阵，人名表示亲近的时阵，会小可调一，但是一般人咱较无熟悉人，咱袂安尼叫啦吼。若即个女主角就真特别啦，我即个女主角互我非常感觉真正是够深色的吼。即个女主角是杨丽花，女主角哦，毋是男主角哦。有，伊早期捌做过几部电影是女性的角色，对。毋管你有看过杨丽花的歌戏无咧？因当然毋是每一个人看过杨丽花的歌戏，我嘛足细汉捌看过吼。拢大家拢知影讲杨丽花是做小生的，咱拢讲小生小大目睭，小生目睭掉时钟，小大目睭牵电线吼。嘛有简单讲小生小大目睭啊牵电线啦。其实伊的意思就是讲做主角的人吼，迄个红仔头爱水，吼对无？但是你若想讲小生走去演电影女主角。迄较早期啦，我个人小可无法度接受啦。不习惯。我有查到伊即个海报，我伫网络顶讲查出伊的海报，我有看到吼。但是我就算看到即个海报嘛，知影讲伊本来就是查某，佫做查某扮相吼。嘛是定我讲伊若可能吼，伫甲即个男主角谈情说爱的时阵，无小心讲兄弟请了，或者是我先骑白马走三关的，我就向伊感觉伊安尼唱起来，你知道？伊知影伊是做小生的，迄是你的个人的感受啦。我就讲真爱叫安尼看伊安尼，甲即个高俊雄白做，甲男主角白做伙啊做小段呢。哦，你著要安尼个想讲啊，伊就是一个足水的姑娘啊，你著袂。无法度，你想讲伊是杨丽花，吼你对伊的印象就是，比如讲上有名，就算无看，那以我的岁啦，30外岁啊人吼，无真少伫看台语的戏出来，或者是台语的一寡表演的实地人。嘛，定定拢有看过一出戏，叫做《洛神赋》。洛神赋，迄个。因为我当时伫即个电视顶做曹植。电视的即个歌戏剧吼，电视版本的就对啊，伫做即个洛神周楚精密的故事，周楚周批精密吼，即个7部成诗，对，即个故事。所以讲你印象中都是伊拢做主角。毋是干那，我有当时讲的是讲，连一般真少看即个台语的戏剧的人，嘛会使讲是拢看过即出戏哦。对，伊足有名，因为迄出戏当时非常有名，对，非常大家拢知影。演精密的，佫毋是讲台语的人，我记是香港人，是台湾人。什么宝宝？冯宝宝，对，所以嘛真特别，迄出戏真有名，连伊嘛拢知影，所以大家对杨丽花印象就知影讲是一个小生，尤其少年时阵应该是一个英俊的小生吼。咱对咱讲缘投，咱对咱讲缘投，其实嘛会使讲英俊，吼，毋是讲袂使讲英俊，并无即个代志。比较较无安尼讲啦。这是文，因为伊较文吼，所以咱若伫讲的一般就像我当伫介绍讲啊，歌戏内底小生足英俊，即时咱袂讲小生。就缘投，这就怪怪的。因为一般是红头出名的，就是足帅。红头就更较直接的讲法，就讲一个扮相啦。这阵都毋是人，非常好看。这主要就是讲伊的扮相，上妆了后，毋是讲伊本人这个部分了。他的伊红头，讲的部分都无共款，所以咱今日甲这个拿刀子的故事，伊变成即个女鬼了的故事讲完，然后因为伊即个故事其实讲长无长，那主要是咱现在切做2集，因为内底有真侪我感觉较趣味的物件，希望会使补充互大家了解，毋是讲干那听一个故事。听一个顺利的故事。你若要听一个故事，其实你去用网络查吼，一时啊，就拢查会到真侪版本通啊看。但是因为真侪内底物件，可能会互咱有一寡联想，还是有一寡。趁这个机会想要互大家了解，还是大家知影的代志，所以透过这个故事的方式来宣传。咱纯粹是讲罔开讲聊天安尼，嘛是透过这个故事来开讲安尼。所以同款今日你若是节目到这为止，所以你若听了有介意，还是有趣味，有心血，还是有啥物款的指教甲建议，拢欢迎你到 Apple Podcast、Mixer Box 来留话互我。另外嘛会当到这个 Instagram、Facebook 来找出亚特聊聊天来跟我互动，还是跟我分享讲你有啥物款的想法，有啥物款的感想。好，稍后咱就后礼拜再相会，拜拜，拜拜。